點都得集團嘅揸 fit 人啊，差唔多用咗成100萬。 90隊嘅大師傅俾啲咩咧？粵點嘅天花板，點都得。90隊喺全國唔同地方嚟嘅大廚帶個團隊翻嚟廣州做一個技能大賽，揮少。啊，點都得嘅年輕揸 fit 人，黃光明，點都得集團嘅出品總監，都係我金家班嘅驕傲。余立富先生係我哋廣東省烹藝協會嘅榮譽會長，白天鵝嘅副總經理。呢個何世峰大師咧，點心係天花板，呢個真係百年傳承啦。安門金猴咧要記住一個字，我哋行到邊度好，我哋個額頭一定要記住個語住。好榮幸嚟做評委。嗱，呢個咧係一個 fusion 嚟嘅，中間嘅脆肉丸用一個魚形出嚟，外邊係魚，裏邊係魚。哇！嗰啲酸菜，嗰啲味蕾嘅汁水出晒嚟，好食又好做又好味，必定係好賣嘅。好多評價。外地人嚟到廣東，第一餐食乜嘢？梗係一盅兩件啦，最傳統蝦餃燒賣、鳳爪排骨、蝦餃皮薄餡靚咯，係要有汁咯，10節到13節，兩邊翹啊要。燒賣咧腰形咧就4方嘅，係要手切肉，肉爽多汁，皮要唔爛咬落去，咁樣先有彈性。醬汁鳳爪炸到個透之後咧，佢要蒸嘅時候要離骨，排骨咧要選啲豬咧，即係要啱啱好，要新鮮排骨，一咬落去脫骨嘅，咁啲排骨就靚啦。腰做得好，真係唔簡單。呢次睇到老中青吉生結合嘅師傅，都係為咗粵點傳承發揚創新，能夠令全國乃係全世界嘅人都能夠享受到粵點嘅味道。你知唔知點心嘅英文係點講啊？點心，得閒飲茶啦，飲啖茶，食個包，